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2天。前线共发生90次战斗，乌军继续击退并重创敌军。乌军发布的真实战斗视频显示乌军第37装甲旅摧毁了另一个俄装甲纵队。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发动进攻。乌军第47旅马古拉部队用无人机和大炮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的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叫诺维利奇科夫斯卡棒站。2月20号，乌克兰安全部队与国防军其他部门合作，袭击了季霍列茨克新罗西斯克2号输油管道的一座棒站。这些基础设施向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支持，也就是乌军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储油罐、棒站还在一如既往的进行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说他说我们的士兵的士气非常高涨，我们已经准备好保卫乌克兰。谢尔斯基在谈到士兵如何受到特朗普言论的影响时说道，库尔斯克行动6个月后仍未失去其意义。谢尔斯基说2024年130万架无人机被部署到前线，今年将会有更多无人机。按照谢尔斯基的说法，前线乌军没有受到特朗普这个大嘴对乌克兰污蔑，对泽连斯基的污蔑受他影响。目前双方在战场上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非常残酷但是战线的变化不是很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瑞士武装部队总司令叫托马斯苏斯利表示他如果政府提出请求并批准，瑞士未来可派遣多达200名士兵参加乌克兰的维和任务，部署工作可能在9到12个月内完成。苏埃斯利补充说派遣维和部队的说法目前纯粹是假设性的，因为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将如何发展。瑞士武装部队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有必要，那么瑞士可以派200名士兵加入这个维和部队。这个作为中立国这个瑞士率先表态，你不要看他派的人少这个就是象征意义，200名士兵。这个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和挪威国防大臣叫桑德维克宣布成立海上联盟，以加强乌克兰。他们在挪威与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希利说该联盟将包括10几个国家，目前尚不清楚其中具体包括哪些国家。英国国防大臣表示因此这是一场关于欧洲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加强欧洲安全的对话。这个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还补充到，乌克兰仍在战斗，因此英国和挪威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个挪威的国防大臣桑德维克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野蛮的和破坏性的全面入侵，挪威和英国的安全环境已经恶化，挪威和英国将着手制定新的双边防务协议。2月23号消息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乌克兰，并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斯塔默在《太阳报》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建议。英国首相表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符合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斯塔默指出乌克兰应该参加所有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并需要美国的援助。与此同时，斯塔默对特朗普关于和平倡议的承诺表示欢迎，并指出特朗普为解决俄乌冲突所做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说特朗普总统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看看是否有一个好的和平协议摆在桌面上，这也是正确的。这个英国的外交部长叫拉米，他对媒体说在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之际，英国将于星期一，也就是今天2月24号公布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重大制裁措施。这个拉米说这是乌克兰、英国和整个欧洲历史上关键时刻，现在是欧洲加倍支持乌克兰的时候。这个英国不光是跟这个挪威这个联合也不光是在今天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全面制裁。这个英国还和法国计划向乌克兰派遣数万名维和人员。
这个2月23号消息啊，《华尔街日报》援引未具姓名欧洲官员的话透露了此事。说《华尔街日报》称啊，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英国和法国将制定一项计划，向乌克兰部署多达3万名欧洲维和部队。根据该计划，航空兵将在确保停火中发挥主要作用。具体而言呢，说英国和法国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提议将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同意美国在此情况下发挥有限的军事作用。就是我上一次说的啊，就是美国啊作为老大，你还得在后面罩着你，对吧？前面啊有英国、法国组织3万名维和士兵，所以说啊，这个欧洲啊，一方面要想帮助乌克兰，一方面啊还是离不开美国。我们再看看啊，这2天闹得最凶的就是美国和乌克兰所谓的这个矿产资源协议。这个天空新闻呢，援引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高层官员表示将迅速签署矿产协议，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为此做好准备，说该协议尚未准备好签署，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准备好签署它。消息人士称啊，截至今天，该协议草案并未体现伙伴关系，仅包含乌克兰单方面的义务。即将签署该协议是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宣布的。在2月23号举行的乌克兰2025年论坛上这个泽连斯基说啊，这是最新的表态啊。他说不会签署令乌克兰10代人都要付出的代价的协议。泽连斯基说啊，乌克兰希望获得安全保障，这应是与美国的矿产协议一部分。特朗普不会永远当美国总统，但乌克兰需要持久的和平。此外，他再次称美国仅向乌克兰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个泽连斯基这个话说的啊，是非常在理啊。这乌克兰的和平啊，它需要持久，但是你特朗普当总统，你不会永远当总统，对吧？你当1届、当2届、当3届，总之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乌克兰需要的是持久的和平，所以啊，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特朗普口头承诺没有用，一切安全方面的这个保障必须要写到这个矿产协议里面。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证实啊，他说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克兰财政部长将很快前往美国参加下一轮会谈，也就是这个矿产协议。那为什么这个矿产协议，对吧，就是一波三折呢？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一个他认为这个跟美国啊宣称的这个援助的金额完全不一致。泽连斯基一再强调啊，你美国援助的只有1000亿美元，但是你签的这个矿产协议，这个总额啊远远超过1000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没有包含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那么根据媒体啊传出来的这个协议的部分细节啊，因为咱们也不知道这个媒体传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咱们跟胡锡进老师不一样，胡锡进老师他能看到，他是那个马斯克那小儿子那个鼻屎，对吧？粘到了特朗普的那个办公桌上，所以他什么都能看见，咱们看不到。媒体说的咱也不知道真假，但是根据媒体说的啊，我倒是觉得这个美国人的条件也不是特别苛刻，有合理之处啊。这个2月23号的消息啊，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叫贝森特啊，他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个专栏文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与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协议将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号。美国财政部长称啊，通过达成这项美乌矿产资源协议，美国将向俄罗斯发出信号，这表示美国将长期投资一个自由和繁荣的乌克兰。贝森特指出，该协议的条款还确保那些没有为保护乌克兰主权做出贡献的国家将无法从乌克兰主权的恢复或这些投资中获益。这个贝森特啊，此前他还对媒体说啊，他说美国啊不会根据乌克兰的矿产协议获得实物资产的所有权，也不会让乌克兰背负巨额债务。他表示啊，乌克兰从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收入将直接进入旨在恢复和发展乌克兰共和国的基金。我们假设如果贝森特说的是真话，那特朗普签的这个矿产资源协议没有什么啊对乌克兰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当然了，对泽连斯基为什么不满意呢？金额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里面没有包含对乌克兰的这个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所以在这上面他就是不满意，他就不愿意签，还要协商。根据这个又是媒体报道啊，他说这个美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新的矿产资源协议啊，这个新版本啊，建议将未来基金100%的所有权归美国，并按照2:1的比例分配双方的捐款，其中乌方将通过矿产资源未来收益提供2/3的资金，而美方以通过武器捐赠提供1/3。美方提议将基金规模设定为
5000亿美元。协议不仅涵盖矿产资源，还包括天然气和石油。未来的港口收入不包括在协议中。美国方面认为该协议纯粹是商业性质的，将安全保障问题排除在协议之外。此外，协议范围内，美国不承担任何投资义务。这个媒体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这个真假呀。那按照这个媒体的说法，就是特朗普他建议在乌克兰设立一个5000亿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从哪儿来呢？美国出1/3，乌克兰自己出2/3。那美国这1/3钱从哪儿来呢？就是我以前给你援助的武器，就算我出资了。然后这个乌克兰的2/3从哪儿来呢？从矿产资源里面，你的收益冲到这个基金里面。这个基金归每个人管。然后这个基金干什么呢？用来重建乌克兰，取之于乌克兰，用之于乌克兰。这个好像看上去也没什么毛病然后这个《纽约时报》说他说新的协议草案规定，美国可以将部分收益再投资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我就刚才说的包括投资开发该国的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该项目还规定说，如果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获得解放，将从这些领土获得的收入分配到基金中，从解放区开采矿物所得的收入占66%。就是刚才那个哪个媒体说的2/3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未来从俄罗斯手上把这个领土给抢回来，那上面不有稀土矿吗？那个稀土矿的收入的2/3冲到这个基金里面去，然后一直到这个基金充满到5000亿美金。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关心的就是2点：一个，你这5000亿是不是太多？因为毕竟这个基金由你美国人掌管，这涉及到主权。他认为只有1000亿，泽连斯基认为5000亿美金，那乌克兰人10代都冲不完，你太多了。第二个，你还不包含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所以这个双方还要博弈，还要去磨合。当然了，泽连斯基还有一个要求，他希望这个协议由他跟特朗普面对面的签。还有媒体说说泽连斯基和这个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就是布达诺夫为这个矿产协议发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双方意见还不一致。那言下之意就是布达诺夫建议要签，泽连斯基是不敢签，还要等。但是最终说在这个泽连斯基的幕僚的这个建议和劝说下，泽连斯基倾向于签署该协议，但希望在改进后再进行敲定。这个特朗普最近几天可以说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施加了巨大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叫各种应该叫诽谤污蔑比如说是泽连斯基挑起的什么战争泽连斯基发动了侵略战争，然后又是美国给乌克兰是3500亿美元，然后对吧？也还有其他的吧，但是这些有的是被证实纯粹是特朗普胡说八道，有的最后也证实特朗普自己是乌龙首先你看这个五角大楼否认特朗普关于向乌克兰提供3500亿美元的援助的说法。美国国会总共向乌克兰拨款1830亿美元，其中只有659亿美元是转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在这1830亿美元中，约有580亿美元用于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是你用在美国人自己身上，你怎么扯到乌克兰头上去了？说事实核查没有证实特朗普关于向乌克兰提供3500亿美元的说法，特朗普没有提供这些金额的任何来源，他就随口这么一张，狮子大开口而这些金额与其他地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所以很多人包括黄俄头部黄俄就认为这个钱被泽连斯基贪污了。这个你看特朗普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承认俄罗斯是侵略者而不是乌克兰，俄罗斯发动了攻击，但他们不应该让他发动攻击。也就是特朗普现在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跟福克斯新闻说是俄罗斯是侵略者，但是你泽连斯基不应该让人家发动攻击。你看这就是叫强词夺理，也就是一个美女被一个流氓强奸了，他本来说是这个美女强奸了这个流氓，现在发现自己说错了，就是随口胡来然后他现在说搞错了，是那个流氓强奸了那个美女，但是你这个美女不检点，你怎么能让人强奸你呢？你看看，所以我一直说特朗普说什么你不要当真，对吧？你要当真你就跟着他后面转，对吧？早上的说法晚上会改，我这节目做完了还没播出去呢，我后面要重新改一下。所以特朗普说什么不要搭理他，对吧？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来说这顶住他的压力，不予理睬，他自己就会修正。关于谣言，对吧？最近这个媒体说，而且还是路透社报道的，说乌克兰不签署矿产协议
美国将关闭乌克兰的星链。这个马斯克发文说这是假的，路透社在撒谎。作为传统的新闻骗子，他们仅次于美联社。我一直说这个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个人跟这个美国或者叫美西方这种传统媒体之间的梁子那是越结越深。如果你要看不到这一点，对吧？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不把这个因素给加上，那你就是被别人牵着走。你看特朗普修正自己的说法，说俄罗斯是侵略者，这个媒体就不怎么去报道，对吧？马斯克辟谣说没这回事，什么断网，媒体也不报道，对吧？造谣一张嘴，这个叫什么？辟谣跑断腿。最近因为我坚持看特朗普的行动，而不是听他说什么，我做这个评论，这个既让川粉不爽，又让川黑不爽。我也不知道我这频道怎么还有这么多川粉还川黑，就确实让人挺吃惊的。我不太清楚这个川粉还川黑，你有没有投票权呢？就是你是美国居民吗？我不太希望川粉川黑到我这来看。如果你控制不了，你非要看，那你最好不要留言，对吧？我见一个拉黑一个，就跟当初3年前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我对黄俄那是见一个拉黑一个，拉黑干净为止。或者你说出来特朗普做了什么，对吧？采取了什么行动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受到了影响或者受到了挫折。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俄乌特使凯洛格前几天不是去了乌克兰吗？去了基辅。虽然应美方要求，凯洛格和泽连斯基，对吧，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当时就说了，这个凯洛格访问乌克兰一定是对乌克兰比较有利，如果对乌克兰不利，泽连斯基早就把他捅出来了，不可能等着。对乌克兰有利，那不说就不说吧，反正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对吧？怎么对他有利呢？目前是未知咱们是推测我们排除。如果是对乌克兰不利的话，你说泽连斯基他会忍吗？他一定会跟媒体放风，要说出去，对吧？就这个矿产协议本来是个保密的东西，但是这个条款一条一条的被掰出来，当然了，真真假假，是不是都捅出去了？为什么说对乌克兰比较有利呢？就是这个凯洛格的访问你看凯洛格自己他对媒体说，对吧？上一次他是称赞泽连斯基以及他的团队，这一次他又称赞乌克兰的士兵。这个凯洛格对天空新闻台说说乌克兰感激自己的士兵，世界感激乌克兰士兵，因为他们为外交官们争取了时间，让他们找到战争结束的好办法。访问乌克兰期间，凯洛格参观了乌克兰军人接受治疗的医院。据说这个凯洛格亲自与大约20名战士进行了交谈，那就跟那个一线负伤的这些乌军士兵交谈，这个应该是情况是对前线的情况了解掌握，对士兵的动态那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因为这些人都负伤了，对吧？在前线光荣负伤，在医院疗养，凯洛格跟他们交谈一名叫丹尼斯的士兵询问凯洛格说，是否可以相信俄罗斯会同意和平谈判。这个凯洛格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所有战争都以谈判结束，战场上最终胜利来自于外交，他说当今的世界也不例外。然后这个士兵又问他说你就是美国和我们乌克兰站在一起吗？你看人家问的非常直接，对吧？你美国还帮不帮我们乌克兰？这个凯洛格说是的，我们支持你们。然后凯洛格将军指出，军队的英勇抵抗为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了时间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因此乌克兰和全世界都感激乌克兰的捍卫者，我们必须确保正确完成这项工作。然后这个叫丹尼斯的士兵他又问这个凯洛格，他说俄罗斯可能在10年后再次发动袭击，因此乌克兰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的来保护。这个凯洛格说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停火协议都必须保证不会再次发生战争。你看看这是天空新闻台报道的凯洛格去叫这个慰问乌克兰的那些受伤的士兵说的这些。那为什么媒体不炒呢？关于这个马斯克断网，这个波兰人说他说波兰为乌克兰购买了星链服务，并支付了卫星通讯服务费用。这个波兰的叫数字化部长霍科夫斯基说他说我们已经支付乌克兰卫星互联网的订阅费，并将继续支付。他说我无法想象有人会决定终止波兰作为一方的商业服务合同。也就是波兰人又辟谣了，说你这个就是个谣言。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人自己爆出来的一个消息当然是前2天
俄罗斯人爆出个什么消息呢？说在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这个代表啊，在沙特的利雅得会面的时候，这个俄罗斯人呢，就是拉夫罗夫啊，说俄罗斯同意动用3000亿美元，这个3000亿美元就是欧盟冻结的这个资金，说俄罗斯同意用这个资金来重建乌克兰。但是这个好像媒体也不关注啊，还是俄罗斯人自己说出来的。当然了，这里面3000亿美元啊，来重建乌克兰，这俄罗斯人阴谋诡计啊，对吧？也可能是重建的什么乌东4个州、克里米亚，哎，这地方已经被俄罗斯占了，我也不还给你乌克兰，但是我把这个3000亿美金啊，全部用来重建这个地方，不是打烂了吗？哎，也可能啊，说我拿出一部分重建那个乌克兰其他地方被炸的哈尔科夫啊、苏梅啊等等啊。总之，俄罗斯人既然愿意出血，把自己冻结在欧洲这个3000亿美金，哎，宁愿拿出重建乌克兰，这个对乌克兰有利的媒体基本上也不去报道，至少说明俄罗斯他愿意出血啊，要赔偿，不就这意思吗？至于怎么赔，这个钱赔到哪儿去，这俄罗斯人还在较劲。那至少是不是美方代表要求俄罗斯你要赔钱？那如果美方代表不提这个，那俄罗斯人自己说我宁愿我来给他们赔钱，怎么可能呢？所以啊，这个美俄在沙特的会谈被媒体描述成美国给俄罗斯跪了，这能叫跪吗？跪出3000亿出来什么？你觉得普京会自己无缘无故的说我拿3000亿冻结的资金来赔偿，来重建乌克兰？我们再看看泽连斯基啊，这个泽连斯基可以说是一个硬汉啊，真正的英雄。这个基辅邮报2月23号报道说，泽连斯基啊表示他愿意为了乌克兰的和平放弃总统职位，并可以用此来换取北约的支持或成员国身份。泽连斯基在纪念战争3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啊，我已准备好辞职，如果这能带来和平，或者能换取加入北约。他还宣布将于2月24日举行一次有关俄乌战争的重要国际峰会，13个伙伴国家领导人将亲自出席，另有24个国家领导人将在线参加。泽连斯基暗示会议可能会做出重大决定。他说啊，明天的峰会至关重要，他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我们拭目以待。泽连斯基人家说了准备辞职，如果能加入北约，或者真能给乌克兰带来和平，哎，他愿意辞职，这个就叫格局，对吧？地保老人特朗普还有其他国家的，对吧？照泽连斯基那差远了。这个泽连斯基说啊，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可以用加入北约来换。我关注的是乌克兰今天的安全，而不是20年后的安全。我也不打算执政几十年。这个特朗普说不定还琢磨着在改宪法，对吧？学一些普京，对吧？再搞个几届，对吧？你说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泽连斯基说了辞职，对吧？我也不打算干10几年。今天啊，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正好3周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的倾向，这个乌克兰的和谈底线，第一个就是乌东4个州必须是无条件归还给乌克兰，这个没有争议。当然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是不是要成立一个什么高度自治的啊，甚至由联合国来托管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但是主权就是乌克兰的。第二个，克里米亚也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也可以交给联合国托管，但是主权就是乌克兰的。但甚至克里米亚可以租给俄罗斯，对吧？几十年，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谈，但是主权一定是乌克兰。或者这一次谈判的时候把克里米亚搁起来，就搁置，暂时冻结，先不谈这个事，毕竟要恢复到2022年2月24号，那个时候状态不就是大家都不谈吗？国际社会也不认可，包括大国都不认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第三个呢，作为一种让步啊，乌克兰可以不加入北约，甚至是永远不加入北约，但是对吧，他要加入欧盟，还有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必须要给乌克兰，这叫安全保障。也就是说啊，如果俄罗斯要进攻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就自动加入北约，或者乌克兰就自动的获得，对吧？美国多少武器，英国多少武器，对吧？什么样的一个援助，这个必须要，就是美英欧洲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要细化，细化之后它有一个触发条款，它的触发条款就是俄罗斯只要进攻乌克兰，那自动触发这个条款，比那个布达佩斯备忘录，比那个明斯克协议要更加细化。然后第四个，俄罗斯必须要支付战争赔款，特朗普不做赔本的买卖，对吧？花了这么多钱打了仗，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能不赔钱吗？对吧？这也不符合特朗普的性格。第五个，那就是对战争犯，对吧？这个地保老人，我倒是觉得啊，国际社会可以谴责，对吧？乌克兰也可以谴责，但是放弃追究他的责任，由俄罗斯人民来处理，对吧？只要上述4个条件达到了，地保老人在俄罗斯他就根本待不下去，等待他的一定是那个歪脖子树啊，把地保老人交给俄罗斯人，交给卡德罗夫，交给梅德韦杰夫，交给绍伊古，对吧？也他们自己处理。这是我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就是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3周年的时候，我的态度，在我的个人看法。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